A 比2比1，咁我梗係諗 4K、2K、1K 啦，係咪？好啦 ，BC 呢度佢嘅對面咧就有啦 4K。CD 係2份，對面咪 2K 咯。AD 係1份，咁咪 1K 咯。喂，原來三角形嘅咋 ，4K 加 2K 加 1K 再加61係180，得唔得？計到 K 係17。好，我哋最後要計 AED 係 exterior， 呢度呢個位係 exterior angle， 4K 係現，佢都係現啊。AED 啊 ，4K 加 1K 咯，即係 5K 咯，即係5乘17 85度咯，得唔得？好啦，呢一條所有資料喺晒度。好，我哋見到個 O 字，我哋有啲咩會諗呢？等腰三角形，唔好用兩間啊，得唔得？即刻 mark 著26度先啦。個 OBD 係26咯。OK。好啦，咁其實咧，本身個定義咧，點解係2倍咧 ？OK， 點解係2倍咧？因為其實就係 interior angle 加 interior angle 嘅啫。所以 AOD 啊，26乘2咯，52啊。你就52啫，我同你相等嘅喎，條支心，我咪52咯。角 COB 都係52，你可以補翻啦。大家個支心批一樣。好啦，最後計剩翻嗰隻 CED， 呢無 CED 係呢 ，CED 喺呢度，得唔得？咁我計對面咯。角 OEB 180減52減26 ，OK 102。角 CED 咪有102，得唔得？好，下邊喂依條就簡單 ，OK， 好啦。佢話呢度，我哋可以計咗呢隻角先，直接話啦。OCA 都係45，咁 AOC 咪180減兩嘢45咯，咁啱係90。90就9， 85就幾多呢？非常簡單啦。BC 對面就85度，9嘅對面就90度10倍啫。咁咪15 cm 咯。喂 Sir， 你係咪計錯啊？你都唔係要計佢，係啊。題目計 AOB 嘅對面啊。咁我計咗個 AOB 先咯，360減85減90咯，120啊。咁120嘅對面係咩呢？因為9嘅對面係90。120嘅對面咪12咯，得唔得？好直接。有同學就調轉咗計 ，OK。如果我冇寫，即係屬於 minor， 得唔得？所以由早到我哋講緊一啲曲線咧，一定係講 minor， 得唔得？喂，咁如果我想講呢個位咧，你有兩個寫法，一係 ACB。你如果唔想寫個 C 字咧，就加 major， 得唔得 ？OK， 唔好計錯啦，再 minor 啊、major 啊、reflex angle 嗰啲唔好再錯啦。好，佢呢度話 AOB 等於76，好啦，咁我要計 AEB 喎，嗱呢條真係超簡單啦，76
咪呢條紅色線咯。咁佢對面 AEB 咪76嘅一半咯，38咯。喂，佢係38，佢都係38啫。角 ACB 都係38啫。OK， 加上等腰角 OBC 咪又係38。好，題目問咩啊 ？CBD 你計咗咯 ，AEB 計咗咯 ，B part 計 AB 嘅長度。好啦，佢咧嘅對面就38嘅對面係23喎，咁咪即係 AB 對面38，23嘅對面又係38，AB 咪23咯。當然你都可以話佢哋對面嘅 circumference angle 一樣啊。甚至其實或者咧對面嘅 center angle 一樣，呢一隻都係76嘅 ，OK， 直接可以話1:1，直接可以話佢係相等。好，最後啦，呢條做得比較差。頭先我改嘅時候發現呢條做得比較差。好啦 ，mark up 大聲 ，T is not a center。喂，你唔好見到交叉就當係直徑嘅交叉啦。佢冇講係直徑，佢冇講 diameter， 你唔可以當係中間，甚至你唔可以當係 diameter， 同埋唔係任何交叉，一定交叉喺個 centre 度。好啦，咁呢條我哋有咩計咧 ？OK， 我哋有直線相等，即刻可以話咁樣先，曲線相等。因為你透過曲線相等先可以話佢哋嘅 circumference angle 一樣。angle TQR 等於 angle TRQ 都係 x， 得唔得？喂 Sir， 等腰3個人咁咪 centre 咯？唔一定喎，係咪啊？我依度夠有等腰3個人，唔通呢點係 centre？ 得唔得？唔好見到等腰3個人就當係 centre 喎又。事實上真係唔係 centre 嚟嘅。58度對面係呢度，咁即係呢度都58啦。SRT 都係58。哦，咁我計到 x 啦 ，x 就係92減58， 34啊。題目問 STP 超簡單啦，計到依度先啦。RTQ 180減兩嘢34，112，我冇撳錯嘅。咁所以 STP 都係112。